有很多家人们私信啊，说是想看一下目前为止俄罗斯是个什么样的情况，因为又听说又有新的变化，这那啥的。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啊，真实的感受。这两天街上就能看到那种车，就是拉的那个人的车，然后再走，然后街上你就能看到，肉眼可见男人少了很多。因为它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强制性的了，好像是，能躲到村里的就都躲到村里了。在街上的要么就是18岁以下的，要么就是60岁以上的，反正就是能看到的青壮年的男人已经很少了。唉，不知道这是个啥情况呀。俄罗斯现在全民征兵到底有多大影响？今天给大家看看，我今天早上刚到公司，所有工位全空的，看见没有？没人。现在能干活的只有4个人，其他人都走了。昨天呢，晚上给我打电话了，跑路了。现在的俄罗斯人够征兵条件的都跑了啊，往什么迪拜呀、亚美尼亚这些俄罗斯免签的这些国家，机票呢也是一路高升，都涨到了10几万卢布了。而且呢，根本买不到票，它是分为1级和2级啊。1级的话，就是说你服过役的这种，算是1级预备人员；2级呢，就是可能说你军训过的这种，分为2级预备人员。18岁到60岁，就是60岁你也一样拉走去集训啊，不是说直接征完之后直接去上战场，不可能，是要到集训营的。各个大城市现在已经开始走了，所以我家这个员工基本上都符合这个标准，所以都很害怕，因为目前来讲还是没有收到这个通知书，没有通知书呢，你就可以先走，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有问题。如果说你收到了这个征兵的通知书了，而你没有去，那就定罪10年啊，毫不含糊。所以现在的局势还是挺紧张的，这些人该跑的都跑了。但目前来讲，莫斯科的可能应该是差一些，主要还是以周边的这些城市，边上的这些城市先征，这是肯定的。很嘴硬哦，你看他的脸很喜悦一样，很猛哦。下一秒被俄罗斯征兵处的人押走，他朋友也被押走。